后咱的记者佫回到事发的现场，讲这个高压电离涂骹面大约3米半，这个吊车的吊钩啊，交到高压电的时阵，6600瓦的电流瞬间传出来，加上早起有落雨，涂骹湿湿，这电流咧走佫特别紧。啊，我这个吊车上近的两兄弟仔甲一个工人，当场就互电甲昏迷。啊，两兄弟仔的老爸是及时跳开来逃命。同一时间，这个高压电的火势佫喷去伫吊车顶，烧着柴油，当场火烧车，互电甲昏迷。这3个人就安尼当场活来烧死。气温那边啊，油封锁线，吊车的吊钩搁存伫咧半空中，规台吊车捡大火烧到乌密码。当时伫遮做工课4个工人，3个人拢捡活烧死。做好啊，要用开啊，因为有人操作这台迄个升降机啊嘛，啊有人伫水底要用拉机开嘛，就温高机啊。啊，伊拍到迄个这个高压电的时候，规个引开就倒火啊，啊倒火连车拢倒开。看到事发经过，里长嘛是心惊惊。伊讲吊车交到6400伏特的高压电，伫咧车外做工课3个人随倒落去。我们来看到这个现场哦，它现场是已经围起了封锁线，不过呢，看到这个高压电缆线跟地面的距离哦，大概只有3楼半高的距离哦，所以当这个货车上这个吊臂一升上去呢，很容易就来勾到这个高压电缆线。3个死者分别是24岁和26岁姓的兄弟仔，和48岁姓的同事。啊，兄弟的老爸嘛伫咧现场，当时状况是姓的兄弟的阿兄伫咧操作吊车，下早落雨，吊车停伫咧气温那边啊，边啊拢是澹漉漉。啊，伊的小弟徛伫咧边啊，姓的同事徛踮伫咧吊车后壁，两人做甲水内底蛤蟆机游出来。啊，爸爸徛伫咧副驾驶座位，结果吊车的吊钩去交到顶面的高压电，阿兄和小弟佮姓的同事当场互电甲昏昏去，倒伫咧涂骹。爸爸赶紧跳开，高压电喷出来火星，去烧着吊车顶的柴油，互规台车总烧起来，快要电甲昏去3个人，尾个去烧死。那如果说这次意外，如果说它有接地线的话，是不是减少它的？对，那个电流会直接从那个大地下去啊。台电人员来到现场了解状况，讲伫咧高压电四周围做工课，爱像隔离电的塑胶护的含衫做防护，吊车嘛会接地线，嘛强调电线烧爆电会随跳掉切断电源，研判是这电力烧过强，才会直接甲人电甲昏去，发生死3个人的悲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